你以為自己只係內向敏感，唔想麻煩到人，其實可能係你嘅內在小孩仲未痊愈。以下有幾個行為咧，成年人都可能會有，但係佢哋嘅根源其實就係來自內在小孩嘅受傷。第一，太容易內疚啦，有人唔開心你就覺得自己做錯，因為細個嘅時候責任常常係推落你身上。第二，過度嘅討好，你唔敢講不，因為你驚講咗咧就會失去愛，被嫌棄。第三，好驚衝突。一有人提高聲音咧，你就即刻縮沙啦，因為你嘅小孩咧仲記得嗌交就等於危險。第四，遇到批評咧就崩潰，並唔係你脆弱，而係你曾經喺批評入邊長大。第五，明明拒絕嘅想法好清楚，但就係講唔到出口。你唔敢拒絕，因為你嘅小孩學識咗拒絕等於被懲罰。最後，明明係一個大人啦，但係內心好孤單，好渴望被肯定，因為細個嘅時候就欠缺嘅愛，你到依家咧都仍然想努力補翻。如果以上行為你中咗2個以上嘅話，並唔係代表你幼稚，係代表你曾經一個人承受咗太多大人都承受唔到嘅事啦。如果你都係咁嘅話，不妨喺下邊留言啦，或者 DM 我睇下我可以點樣幫到你。